中文短句子第14集。只要你答应我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没骗过你，我没骗过你，我没骗过你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还来得及吗？还来得及吗？还来得及吗？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我都给你了，我都给你了，我都给你了。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了？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。认真听点儿，认真听点儿，认真听点儿。说了也没用，说了也没用，说了也没用。你不用解释，你不用解释，你不用解释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你先听我解释，你先听我解释，你先听我解释。我不想说，我不想说，我不想说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你刚才说什么呢？请你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是谁告诉你？是谁告诉你？是谁告诉你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麻烦你先收一下，麻烦你先收一下，麻烦你先收一下。你的钱包找到了吗？你的钱包找到了吗？你的钱包找到了吗？你在找什么？你在找什么？